今仔早起，伫高雄三明区一大公务处5楼发生火灾，迄当时厝内面有2个查某囡仔含因的外妈。一开始呢，这外妈先甲3岁姐姐带出来，只是讲2岁妹妹一直找无人。消防人员入去敲，发现讲妹妹米伫咧面前骹已经互火烧甲认袂出来咯。这场大火可能是囡仔生来大引起的，不过这详细原因佫需要调查。 听到查某囡仔的外妈在喊救命，厝边较紧把手头的工课扛落来去救人。有人把3岁查某囡仔抱落来，有人去抱插伊的外妈，2个人拢真清楚。查某囡仔骹底、骹床拢有烫着，厝边替伊浸水，嘛提起消防员，还有一个2岁受困。 就小张邻居有没有帮他一起抱下来的？阿嬷走路本来就有点不太方便了，那个2岁的就没办法跑下来。公市三明区这栋公寓的5楼，早起是发生火灾，火势半点钟内就拍花，就是疑似未赴逃生的2岁查某囡仔，伫房间眠床顶互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，对江山赶回来，爸爸看到，情绪无法度控制。唔知啊，你唔知3岁死而已。我多等啊尔。发生火灾，疑似是2个细汉查某囡仔生来大引起的。不过消防局回应讲，火调科搁在厘清。阿妈有说是小朋友玩打火机，是有听到是。 邻居是有讲说有看到在床上有火，看到有火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真的不太了解。厝边讲查某囡仔因一家伙伫遮租厝已经超过2年，主要经济是靠因爸爸去做山工，家境唔是真好。社会局讲，受灾的民众是中低收入户，社会局的副局长和区长早起已经去病院慰问，而且送因慰问金。后壁送综合民宿落来要带伫倒这需求，会持续关怀结合公司部门的资源去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